继续来看台南肉品市场防指控有赖神通外鬼的嫌疑。台南市议员林彦竹第一昨的总质询，讲有猪笼甲野料，讲台南肉品市场有人员甲优良品种的猪拍做事故猪，然后用俗价卖予特定的肉商，而且肉品市场的人员阁会用公家的水电腌制包装肉品，私底下来买卖，完全拢无检验核准，明显违反着食安法。议员痛骂讲，肉品市场的管控松令，市政府螺丝锁无按。你看哦，局长。 为保鲜袋内底提出一包一包真空肉品，包装顶拢无写任何标识，完全没品牌。这看起来来源不明的真空肉品，其实拢是台南肉品市场出产的。在肉品市场里面腌制制作，无符合卫生标准的加工设备，市场的工作人员家己生白加工，伫咧市场内底家己私底下配，可唔能安尼。蔡姓承销商想要的猪，现场操作人员就直接订这一个猪。 就是事故猪用低价公开卖猪，毛人当过120到135公斤优良品种的猪，互人动脚手，变做事故猪，会继续大落。147公斤外，这偌大只，甲早11块4。 本钱10公斤卖85块，拍做事故猪啊，落到剩11块。甲猪笼北上领皮，互新销商成好康。猪笼挡袂掉去找议员真情。台南肉品市场防野料敢若内神通过开，后场是规个暗木铺。台南肉品市场出面侪清。拍卖的过程中，如果有气喘或有什么疾病，会掉到卖清的。其实但是这个部分是猪农自己都也可以决定的嘛，因为他们都有在，他们都可以在。 现场观看。市场请的兽医师讲，猪仔的健康状况若是有破病，就家伫咧现场看猪笼讲，当时嘛摕拍卖过程的监视器画片，讲完全是公开化，绝对无动过脚手。毋过对家己加工卖猪仔的部分是解说讲，是或者留牌业者的初级加工。分切场域的完整性，依照租赁合约来做处理，所以呢，它甚至我们不希望它有加工机具在这里，它只能处理的是。 分切的部分，市场表示已经甲业者讲，袂当私底下家己加工批，嘛讲会加强管理，只是议员反抗猪笼的野料，绝对毋是讲一个囝生一个囝。到底台南肉品市场管理敢无问题？恐惊市府相关单位爱好好调查严格管理。Hello， 我是冯薇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